幫風 Sir 圈低為了呢個連接詞先。哇！呢個咧基本上咧係風 Sir 教書以嚟咧10大世界大戰嘅句式嘅第一名嚟㗎。咩叫10大世界大戰嘅句式咧？相信咧做呢條題目嘅同學仔咧，我哋會大體分成2派嘅。第一派就係將為了行頭嗰一派，為了專心照顧生病的外婆，媽媽辭去了工作，呢個係第一派。第二派咧就係阿媽行先嘅，媽媽為了專心照顧生病的外婆，辭去了工作。同學仔，咁喺風 Sir 心目中咧，呢個句式咧，你2個答案都當啱。但係如果從風 Sir 嘅角度嚟講咧，穩陣起見啊，我會盡量建議你將為了寫最頭好啲嘅，除非你學校中文有教過為了寫中間。咁你睇翻學校標準啦，有啲學校淨係接受呢套嘅啫，主角行先係扣分嘅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但係咁樣寫就最穩陣嘅，就一定唔錯。所以我會咁樣講，2種寫法都啱，為了寫頭就會相對係一個保險啲、穩陣啲嘅做法。